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0月7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麦尚阳。头起先，咱原来是要来关心这粒小犬风台伊吞踏屏东的恒春，所落来都是双十连假，业者是拢赶紧咧整理环境，也毋过昨伫恒春有关是落大雨的天气，伫咧南湾的附近嘛共款咧淹水。另外，这风也是真透，有真侪间学校也拢传出灾情，所以咱的国军是赶紧派人来帮助因清理。 南湾海沙堡对面的厝坡顶悬都是流落来，路果嘛一直流落来。早到早起，屏东恒春是一直下大雨，遮个路段拢淹水，佮淹去店家和徛家。民众则拄甲小犬风台用甲密密麻麻拼了，结果是无采工。镇公所要做涵管，那问题是做到一半就没有再继续做了，然后已经2个月前，然后有一次就是土石流，整个一次土石流到下面去，然后因为就丢着没有做的情况之下，现在大雨又来了，又有同样的情形。 路边的吊车一台一台一直来，拢是来修理看板也是铁皮的。被强风扇过的肯定大家，店家的看板和铁皮有的落去，有的歪去，连有名的素食店嘛是同款。规条路看起来乱七八糟，即马双十连假就要来啊！有人搭车歹去的，就较紧修理；若无歹去的，就较紧整理，要加减来做生意。稍微变形，玻璃破掉。啊，这样晚上怎么营业？就今天可能没有了。客人已经打电话来问说，水上好像都不能玩了。 客人都会打电话来问要退房。那南湾和垦丁大街，大边国小内面放旧旧的货柜厝，下骹伫固定的钢筋是红板起来淹倒，就当看出风有热透。风台扫过恒春、大边、水泉国小遮的学校，设备规个拢东倒西歪，干那靠老师根本就拼袂了。国军嘛较紧出动来到整理。我来这边没有一次台风是会把这个吹翻的啦，可以裂掉了，还有这样，目前先已经有要请厂商来处理这样。 门口先有3甲瞬间物件动咧，小犬风台伫恒春是有14级以上的阵风，现机病院包括大楼的电动门和病房，真侪所在的强化玻璃门窗拢碎去破去，连天棚拢落落来。病院早起赶紧通知厂商来修理，顺时搁在估价，好甲再无影响到病人看病。记者综合报道。 这粒小犬风台对南台湾是造成真大的灾情。屏东的满洲乡是全乡失电，也无水、无信号，所以台电是继续来抢修。另外，遐嘛有一条对外的道路是淹水的状况。这当地人是讲，这粒风台呢是今年上严重的风台，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斗相共。也那总统蔡英文伫咧昨是去满洲乡了解灾情。 土山水一直对水沟内面冒出来，规个路淹水淹到半个领遮悬。这是要通往屏东满洲乡的其中一条对华道路。桥头路因为小犬风台的大雨淹水，车无法度过。改行新庄路，台电正伫咧新庄路进行抢修的工作，甲长期的电火条啊刷走换新的。台电的工作人员找了冒着大雨继续抢修复电。 小犬风台对屏东地区造成严重的灾情，满洲乡大停电，连续2天无电，43支电火条啊歹去。预期今天之内能把这40几支给重新恢复送电吗？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天不管怎么样，就要拼了呀。所以又包好这种天况这样子哈。原本如果说像昨天天气比较好一点的话，还比较好解决。 满洲乡即马无水无电，通讯袂通，停班停课，情形真严重。店无法度做生意，伫咧处理善后，这边风台灾情严重，影响生活，希望政府斗相共。灾情很大，第一个没水没电啊，第二个有没有像我们这是租的房子啊？你可以看里面，里面全部都是灌水啊。满洲国中的天棚和风台规个吹走。 本来要当作居民的收容所，和分水岭部落62个人来遮住，淹过风台带来大风，找5家活动中心规个拢破坏，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只好赶紧甲居民安置到饭店。国军也派人进驻满洲乡，协助学校进行灾后重建。这边因为风灾的关系，把我们整个屋顶掀走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落雨的这个状况，就室内的空间变成没有办法让乡亲来避难使用。 伫咧垦丁量贩公园边的军方雷达站，有一个球形的雷达挂，互风台吹到破去，碎片也甲规死过。空军再去派人来清理，讲伫内面雷达的装备，伫咧风台警报之前就已经撤离，无人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进前的中秋连假，伫高铁的台中站，这自由座是拢客满，互人排队排进2点钟。即摆为着要应付即个双十连假，台中站的即个检票口入来的所在，这椅仔全部拢已经刷走，就是为着要方便民众会当来排队。另外，伊嘛会用青红灯的方式，互人知影讲即个国车头人济也是少。也若高公局是来表示讲，连假的头一天，这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3倍，所以请民众出门都要加注意。都还未开始放假，台中高铁站人道塌甜，赶伫国庆连假前，希望会当坐到高铁早一日回乡。那一天真的很夸张啊，就整个不是排到外面去嘛。对啊，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还好，因为带小朋友就要余度要抓比较大，自己的时间要自己抓一下，不要那个太晚出来，就来不及。顶一届中秋连假，台中高铁站站内站外人排成长，差不多拢是要坐自由座。高铁统计，迄天有超过33.8万人要坐车，创下通车以来单日最高运量。也互这旅客等甲强要挡袂牢，甚至有民众讲，伫人真济的车厢内底跋一倒，所以骨折开刀。即届国庆连假，国家烟火要伫台中，高铁除了甲付费区的椅仔刷位，互人来排队，各位即马开始一直到11，伫网站要用订货的方式提供各站即时人阵的资讯，互旅客通啊量早来处理。如果挤不上的话，那天我可能就坐台铁了。高铁坐不上就坐台铁。塞爆，可能还是只能开，还是只能开车，或是请家人来接这样。对，不然因为现场等小朋友也都等不住。黄灯预测排队会超过30分，红灯是会60分以上。连假期间，高铁原来会加开拢总190班来输运人阵。若是公路交通的部分，包括国道1号、国道3号加国道5号，已经开始出现车阵。南向西部国道用路人要尽量在6点前或12点后出发。那国道5号的话，最好是在上午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就是避开南向的车流尖峰。高速公路局表示，这个连假车阵会以旅游为主，而且头一天交通量上大，会达到120万8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建议民众若是规划出外的时间，一定要注意相关的管制措施，较袂塌伫路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互人指控牵涉国造厂水南的案件，最高检察署已经将资料分案，交予高检署甲台北地检署去调查。也拿马文君的检举资料，也予高雄地检署去办。目前有3个检察署分4案，全力侦办这项案件。联合报。有4间台湾厂商，互人点名有替中国的华为来起晶片的工厂。经济部长王美花本来是讲，咱台湾的业者是负责甲基础的工程，也毋过昨伊煞解喙，讲已经请4间公司来说明，若准讲伫中国做的项目甲当初核准的无同，就会照《两华人民关系条例》上当会当罚2500万。中国时报。最近进口猪肉有掺到美国猪肉，台中市长罗秀燕昨是公布81间业者的名单，伊讲这是为着要保护民众食的安全。另外，台北市卫生局昨是查到3间点心达，私下甲美国甲加拿大的猪肉拢改标做台湾的国产，上当会当罚400万。和这个美国猪肉进口所拦到别国猪肉的这个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强调讲，会处罚这寡无老实的业者。都是用这个厂商交的猪肉。对。是从7月底开始到现在都是交这个。汤查到新兴瑞典2间公司，甲美国猪肉含其他国家的猪肉，无写是美国猪，佮甲用做火锅肉片卖予全台湾大约200间的餐厅。台中市食安处进前查出楼去境内81间餐饮业者，市长罗秀燕讲会公布名单。市民有知的权利，尤其食安，我们会把这些标示不实的这些美猪的去向、流向、使用的餐饮业者
公开。表示不实的肉品恐惊已经互消费者食落去，引发食安风暴。而且伫6月进口的猪肉9月才查到，外界质疑中央无管得好，生产地恐惊变做常态。这件事情开始是由中央卫福部呢发现了资料有错误以后呢，就与地方政府呢展开联合的稽查。如果有任何的标示错误的情形，政府一定是严惩希望业者呢不要侥幸行事。对于这一些猪肉的稽查其实是我们经年累月都在做的，常规性的一个查核的。进口肉的流向，我们有一个非追不可的系统，这个地方都可以查得到。不过，国民党立委赖树宝批评讲，开放有内这进口猪是唔对的政策，佮互美国猪市占率一直提升，国产猪的市占率降落去。但是陈建仁强调讲，检验的这2万多件进口猪来客多半拢是零检出，中央会和地方合作，把治安守护掉。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要倒转来关心的是，小犬风台造成彰化、云林甲嘉义沿海地区拢失电，佮因为火南，所以有风无雨，真侪电火条顶头的灰啊，拢着垃圾物啊咸烟。这咸烟就是带盐分甲营养拢蓝做伙的物件，结果最后咧煞互中南部供电未稳，一直咧跳电。即马台电是讲会赶紧来处理。小犬风台扫过，办时伫彰化、云林、嘉义有大规模失电的情形。伫咧送电了后，佮陆续跳电，有的所在已经要24点钟无电通用。嘛害中南部沿海的养殖业、餐厅等等的业者叫苦连天。阮也无电通拍送数，内底饲的鱼仔、虾仔业要死了。餐厅业者一寡水产嘛无带兵，损失真重。人这边有发电机的，人有咧送数啦，这边就是电无用的。都无法度啦，这了落咁唔知要甲找啥请求啦，倒来就免收钱，安尼就无电来就免收钱啊。自昨个早啊就停啊到11点外啊搁停，一寡物件摕无落人去边，搁来就是永远无人客，损害足大。经过台电的调查，发现讲是因为即届的风台较特殊，火南了后有风无雨，无法度甲电火条的灰仔顶悬的咸烟洗掉，才会混合盐甲营养的垃圾物仔调上高，地势线路漏电，所以袂过电。但是洗灰仔一定爱人工爬起嚟洗，而且即届受咸烟损长的规模真大，地方政府除了调派水车，台电嘛调动台中、台南、高雄等等所在港班来当下手。盐城它应该是讲。但物业海风渗过来了所以它有一些盐跟灰尘杂在一起啊，电感用管啊嘛，对不？你一定爱人爬起，还是用阮的行空车嘛，慢慢来甲清，慢慢来甲洗安尼。台电讲的尽量变拜五暗恢复供电，嘛因为要甲灰仔顶头的垃圾物仔洗掉，到恢复送电需要时间，希望民众体谅。记者卢尚如、林旭凯、林慧婷、嘉义台北报道。这个小犬风台嘛，互台南帮忙透11级的阵风，40公顷的洋芳果即嘛是拢互剩甲密茂。另外嘛有徛在这厝顶的水塔，是互风扫落来1楼的涂骹。在地人是怀疑是当地附近新起的大楼，互巷仔内变做有风吹，才会引起这款的灾情。也那里长是讲会赶紧请建商参住户来协调。原本白色布棚是咧保护龟仔的成长，即个小犬风台北门只有11级的阵风，甲农民带布棚甲设备吹甲规世界，规个田如苍，甚至特别会使采收的洋芳果嘛乌有去。农民指出，即个灾害是这几冬上严重的，损失将近9成。透早农业局参农改场，等相关单位来会勘。差不多全军拢后面就对了。初步看是有达到灾害救助的标准了哈，我们尽快将整个报告送去那个农粮署。根据今天我们的一个现看它的会议灾损的状况，它会做那个呈报。农业局表示，洋芳果每公顷会使补助8万块，因讲会赶紧送去农粮署做审查，协助农民早期复工。同款受到风台影响的，也佫有住户停伫咧门外汽车，煞户迄煞是陷着车身有受损。伫咧中西区一条巷仔内底有13户徛家，其中伫巷尾2户，即个风台透风甲迄煞是掀起来，甚至有邻家水塔互风扫落来到1楼涂骹。有在地住户质疑，敢是新起的2栋大楼造成巷仔有风吹的问题。有2户的彩虹罩被掀开，然后水塔也有一个是倾倒在上面，然后有一个是掉下来。因为这2栋大楼的关系，所以我有请
建商来安排时间协调这件事情。根据农局财政统计，农作物主要是杨芳瓜影响上大。另外，北门乡村的温那边也有道路凹坑，目前北门公所嘛暂时先用土补起来。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这个月28是对台北市政府起行。虽然台湾伫跨国同性婚姻，也佮有同性共同来收养等等的议题是有真大的进步，也毋过即马主办单位也发现讲，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当中，犹原是有各种的歧视，所以今年同志游行是以甲多元同行来做主题，要邀请社会大众斗阵来行上街头，了解台湾有多元的社会。用无共色水的笔甲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的主视甲画色，经过20多天，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就要伫这个月28下晡为台北市政府起行。今年以甲多元同行为主题，望大众理解多元族群的困境，做伙相听，也邀请艺人 Kimberly 做大使宣传活动。因为每一年都有参加，然后今年可以担任彩虹大使，算是一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希望大家生活在一个不受身份限制以及不受框架限制的社会。那这个社会是我们期待是一个多元，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自己的身份，然后不会受到那个限制。性别平权团体讲，虽然今年台湾伫跨国同性婚姻、同性伴侣共同收养等等议题有真大的进步，但是现主时也是会使伫真侪所在发现歧视的言论，甚至是行为。像今年有台大经济系就是在系学会的选举有提出一些不合适的就是政见，那就是包含就是会有歧视各个族群的情况。我们除了性别的议题之外，要跟各个社群一起努力的地方。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与多元同行。望社会看到多元性别甲族群，民间团体也呼吁现主时等咧台面上要竞争明年总统大选的参选人，唔通互社会伫性别议题顶头行反头路，也要进一步推出更加侪性别友善的政策。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为着要保留传统的工艺，所以邀请几位导演，应用4天的时间，伫全县的18乡镇当中，替36位在地的艺师来完成纪录片甲出版册。因嘛来举办展览，希望讲会当传承甲保留在地的工艺文化。梅山乡的竹编土人、太保市刷厝的功夫、大拿镇的布袋戏红仔衫，来自嘉义县18乡镇各共36位传统技艺工艺师，用生活甲信仰两个主题，做伙伫嘉义县中部各村农创园区举办展览。一直要去传奇的记忆，那老传承，新的发掘了哈，那甚至讲赋予它新的价值。保存这文化。这传统文化较少。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用4天的时间，替36位工艺师去18出纪录底片，佮整理完整的资料编做册，要来送予县内的学校，希望传承在地文化资产。会使经过咱这届展览会使予一寡少年了解讲咱过去已经强要袂记的技术有偌多。若少年有想要了解，其实咱这个艺术就会使豆豆流传落去。那有一些技艺它可能快要失传了，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展览，然后借由这一本出版物，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嘉义县其实是非常有文化力、有软实力的。文化基金会讲，展览为10月初6开始，一直到10月15。除了展览实际作品，会场内底嘛放上工艺师的纪录底片，希望替民众对传统技艺带来更加新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咱东部甲东南部，也佮有恒春半岛，拢会有低渐的阵雨。过到这西部地区是较会下大雨。金门甲马祖是有8级到9级的强阵风。另外，伫个东部沿海甲外岛是有风影的，所以请乡亲出门就要注意安全。另外，伫个明仔载是因为风面的接近，所以后礼拜1甲拜2，这东北季风会变强，天气会变搁较凉冷。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25到30度。
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外岛地区是20到29度。还有未来3角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